5A 班鄭永信。大家好，我係5A 班盧佩敏。我哋今日要介紹嘅地方係成都。成都係位於中國西南地區，亦係四川省嘅省會。成都有超過3000年歷史，別名係錦官城同埋容城。武侯祠係三國時代嘅寺廟，係愛嚟紀念劉備同埋諸葛亮嘅地方。呢個地方都同大家熟知嘅故事《三國演義》有好大嘅關係㗎。超級水利工程都江堰。都江堰係2200年前嘅文化引水利工程，佢將水患頻發嘅成都平原變成天府之國。青城山係道教嘅發源地，青城山係中國道教嘅發源地之一，亦係世界文化遺產。呢個地方四季常春，珠峰環峙，以幽靜聞名天下。呢個地方同大家熟知嘅電影《功夫熊貓》都有好大關係㗎。《功夫熊貓》係以呢個地方為場景原型，電影導演同製作團隊都曾經親身嚟到青城山，實地考察道教建築、茂密嘅竹林、綠意盤延嘅青苔同埋常年圍繞嘅雲霧。古今交融嘅老街。寬窄巷子，寬窄巷子係由闊巷子、窄巷子同埋井巷子三條平行街道組成嘅。寬窄巷子保留咗北方四合院同埋南方村西民居融合嘅村場。俗風雅韻村劇院係藝術嘅震撼。變臉係非物質文化遺產嘅魅力。村劇係中國西南地區影響最大嘅地方劇種。變臉嘅核心絕活就係扯臉、抹臉、吹臉同埋瞬間變換喜怒哀樂。我哋嘅分享到呢度啦，多謝大家。